就是我卷毛的朋友，以后在这条街上随便玩。不知道卷毛哥的名讳是借记卡还是信用卡呀？好使。什么卡都行，把它喝了。卷毛哥，我平时比较喜欢喝慢酒啊。李玉忠，看来你这个老师不太给面儿啊。卷毛哥，你何必强人所难呢？我本来就不胜酒力啊。李玉忠，既然你这个老师不喝，你替他把酒喝了。卷毛哥，你他妈也给脸不要脸是吧？李玉忠，这就是你认的老大？没错，我就是他大哥。怎么，老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哥，你别生气，我喝。谁他妈让你喝了？让你老师喝。要是实在喝不下去的话，过来帮我舔舔脚趾头，这事儿就算了了。你他妈敢动我卷毛，今天你就别想走出这个门！小子，你有种，我让你死无全尸！孟老师，不能再打了，再打就死定了。李玉忠，不是我说你什么，老大不小的人了，找老大找个像样点老大行不行？张老师，其实我就是好奇，我之前跟他们打过几次架，抢过几次钱。好，苏老师，终于大功告成了，祝贺你，小丹。谢谢你，都是你的功劳。干嘛谢我呀？这都是你自己的勤奋和努力的结果。都在呢。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来看看美术画展的事情有没有什么我需要帮忙的。不用了，廖老师，都已经画完了。啊，这么快啊？画的不错不错。小丹，时候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廖老师，你先看着，我们走了。啊。尼玛，我刚来你就走，你还真以为我是来看画的啊？太好了，终于画完了。其实你的用色还可以再大胆一点，这样的话，整个那个画的感觉会更加明显一点，对比就强烈了。我送你回去吧，小丹。啊，不用了，老师，哎，这不有车吗？我打车就好了。啊，也行。再见。好，来，路上小心啊。好。冰云，哎，莫老师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因为你在这儿，我一直在这儿等你，怕打扰你就没上去。累坏了吧？哎，我订好餐厅了，我们去吃饭。不用了。冰云，你最近怎么对我总这样啊？莫老师，我们不去吃饭，我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别拉拉扯扯就行吗？冰云。
还真挺不错的。哎，还想像上次一样，亲一个。路上注意安全。看不出来呀！我说你平时怎么谁都看不上呢？原来有这么一个义薄云天的飞车党大哥在苦守寒窑的等着你呢。你胡说什么呢？我胡说，他的兄弟们都和我说了。我告诉你，钟芊芊，我跟廖学兵的事儿10几年前就已经完了。我劝你也离这种人远一点。嗨，别人看不出来，我还看不出来呀。其实你心里对他还是……我跟廖学兵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以后别跟我提这人。冰云，其实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，内自省也。子幼曰：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”刘老师，我肚子有点不舒服，我去个厕所。啊，肚子不舒服啊？则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曾子曰：“事不可以不弘矣，任重而道远，人以为己任。不亦重乎？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？”子曰：“岁寒。”小丹，不上课，你在这干嘛？我有件事想找你谈谈。谈谈。找我谈什么？你为什么最近总是躲着我？我没有躲你啊。小丹，其实我在上课了。芊芊，既然这些事儿你已经知道了，所以我觉得现在你应该能理解我了。我跟廖学兵，我们俩完全就是2个世界的人，所以我才说你跟廖老师之间是有误会的，你知道吗？能有什么误会啊？这事实都摆在眼前了，是他选了一条有悖于常人的路，那我总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方式啊。不是冰云，你觉不觉得你自己有点先入为主，有点偏见呢？啊，你只知道廖老师去飙车去打黑拳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儿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想当大哥，想耍酷啊。大小姐，事情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？跟我来一趟。去哪儿啊？找个地方跟你谈谈。我和你有什么好谈的？走。别一会儿，你最近是不是在追飞小丹？你承不承认没有关系，你不用说我也知道你是根本追不上的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当然知道了。费小丹条件那么高，又是一个追求浪漫的女孩子，你看你根本没有希望。我的事儿什么时候让你来操心了？啊？本来呢，如果你对我态度好一点，我可能会替你说说好话。可是你看你现在的态度，好自为之。
心点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您帮了。哟，苏老师忙着呢。廖老师，有事儿吗？啊，有事儿，我想跟你谈谈。我跟你说过了，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。我说的不是我们俩的事儿，我想跟你谈谈学生的事儿。我们班的贝小丹，你应该很熟吧？我发现他最近在跟一个学生谈恋爱。青春期的孩子，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吧？您当初上高中那会儿，不是也没闲着吗？我不是反对这件事儿啊，我是觉得他最近问题比较大，需要有个人指引指引。你觉得我合适？我觉得女孩子的事情还是女孩子办比较合适。你讲话他应该会听。行，我有空找他聊聊。好。还有什么其他事儿吗？哎，那个。欢迎大家来参加郁金香高中的庆功表彰会。在前不久举办的中海市高中生美术大赛中，我们高22班的贝小丹同学脱颖而出，力拔头筹，赢得了金奖。这也是我们郁金香高中呢在美术方面获得的最高荣誉。今天呢，很荣幸的请到了各位嘉宾来跟我们共同分享这一喜悦。恭喜贝小丹同学！下面请允许我宣读一下评委会对贝小丹同学画作的评语：不听不问不看，角度独特，是以不闻不见不言对应；听而不闻，视而不见，欲言又止之意，也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非礼勿言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视相对应，寓意深刻，技法纯熟，实属难得之作。获奖的画作呢，将由学校的美术馆永久收藏，今天将在展示厅首次展示。下面请大家欣赏。小丹，祝贺你！这都是您的功劳。哪儿呀，小丹，你很有天赋，继续坚持的话，肯定会获得更多成绩的。谢谢你，苏老师。看看。老师，小丹，这也许就是机缘。很多大师的作品不都是这样吗？断臂的维纳斯，宁折无弯的墨竹。小丹，咱们是朋友吗？当然了，苏老师。那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是不是喜欢上一个人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老师在你这么大的时候也喜欢过一个男孩，这是咱们俩的秘密哦。其实我觉得在你这个年纪，喜欢上一个优秀帅气的男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，只是呢，你们要把握好度，因为之后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你们去做。放心吧，苏老师，我会把握好度的。也请小丹放心，我替你和叶玉虎保管好这个秘密。叶玉虎，老师，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喜欢叶玉虎了？啊，那你喜欢的是谁啊？我喜欢廖老师。3个1，4个1。
阿泰，搞定他。干嘛呢？哎，喝酒不等会儿？哎，不是姚彩，我知道你要问什么，你是问昨天那妞？嗯，是不是？那哥们儿都已然断货了。小何啊，干嘛呢？没事，过来过来。